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做回来认捌台湾事，我是阿斌。咱看到这国会哦，本地讲好的3天3暝占领，煞变成21点钟尔啦吼。为着要抗议当局监察院的这个人事案，咱看到6月2日哦，国民党伫立法院霸占着国会议场，抗议人是咱讲的体制内的民意代表。国民党有20多位立委哦，包含国民党党主席江启臣在内哦，用铁链啊、甲门哦，也是讲用椅啊、甲门拢甲扎起来吼。无到一天的时间，咱看到民众立委都甲攻破，咱看到国民党立委是一个红扛出去主席台啦吼。抗议的这个行动归去来受伤。不过，咱比较2014年日头花事件以后，立法院其实强化相关的设施，就是避免搁一摆防入侵啦吼，嘛强化危机处理的这模式。这回咱看到霸占的人是咱国民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哦，是一场这个扩大性的、这个计划性艺术台的这个抗争行动。这个正当性到底是啥物啦吼？国民党即阵画出生活当局，接下来讲这个修宪的平台，民进党敢真正有要甲你插？另外，咱看到讲，你赢这个质疑啦吼，是毋是即招要来救讲这个国民党高雄市的这个补选的这个选情，也是讲诶，党主席江启臣党内这个权力其实有刷叮当啦吼，也是讲在野党这个抗议临时会议程无法度摆入去，透过今日节目，咱好好来对话。先邀请节目顶咱的来宾，第一位咱邀请中国国民党组织发展委员会副主委林江川。主持人，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江川。第二位咱们邀请时代力量智库执行长李条立。大家好。第三，咱们邀请台湾民众党发言人蔡俊伟。大家安，大家好。所以咱等下嘛邀请到民进党青年部的主任嘛，咱们就来哈。首先，咱们来请教了哈。这回占领行动，咱头先讲到是体制内的立法委员，这个正当性真有够了哈。这边咱讲正当性，因为毕竟咱国民党在野伊算一个小党啊啦。目前来讲啦，你民进党是算一政党，伊人数较济。今仔日要用临时会的部分，你要来提起讲这陈局的任命案。但是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有做一个民调啦吼，咱做伫咧网络上吼，23000人的迄个网友吼，来去投票，有6成1个人拢感觉讲吼，咱这个当局不适任这个监察院长。但是你想啦，咱若要表决来讲，立法院咱国民党就算骹手做伙赢，嘛是赢输人。30几10年了吼。对，30几年所以咱必须要在咱做全国的人民来讲，咱国民党真正坚持这个。检察院你也要找一个议长，你就是找讲，你像我咱民众党也好啊，你看时代力量这哪侪优秀的人才，你民进党这怎优秀的人才，你先要找一个这哪争议性这哪大的过去做市长，即马做秘书长的一个人选的。所以阮的想法就是讲，要互咱表达讲，互咱做全民拢知影这件代志。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6月28甲6月30吼，这几日中间，这个国民党本地占领，但是6月29咱看到民进党佮甲这个主席台抢倒来，今仔日咱嘛看到民进党是加急的大动员啦吼，这立法委员6点开始就占领到这个咱讲国会议场，咱先做来看。破除伫立法院天美老师会值班相片，民进党立委兼国民党团各在占立法院，决定24点钟久排班老秀。国民党暗时要占立法院的行动，虽然和民进党以人数优势动来，也毋过讲因也阁会大。接下来的临时会，我已经跟我们的党团总召书记长讲好，没完没了，随时回来。公对监察院人事案要反对到底，不过伫咧一阵混乱中，议员表决通过民进党团所提出的临时会是添加议案。29日后随开临时会，表决通过监察院人事动议款案的投票，分别伫7月30甲17进行。他们通过了议程哦，没有任何在野党的提案放得进去，他们就是这么阿法。你用攻击性的，完全毫无道理，说陈局必须换掉，这个不可能接受的嘛。民进党团总召黄建明批评国民党的做法，民进党希望这回可干的名单，时代力量主张加开公听会。不管蔡总统认为有多么的跨党派，我们目前看到确实没有跨党派；有多么的多元，我们认为很多还是酬庸性质。这些都让我们认为这20几个名单确实不宜现在就提出。
那我们认为说要来面对这个广大的反对或是质疑的声浪，所以我们认为说立法院该要召开这个公听会，考监人事案的公听会。立法院立法院工作人员伫议场内恢复被破坏的议场设备。民进党团为着避免再发生国民党占领议场的事件，今仔早起6点也提出加急动员，确保临时会当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占领关键的21点钟哦，其实咱看到哦，真正是。有影讲吼，甲过去无相共啦吼，因为过去拢是这个民进党的这动作较济啦吼，但是这回为什么21点钟就互收煞去？咱嘛做一张图表要先带大家做回来看吼。现在看到6月28号，迄当阵差不多下晡4点，大家也咧过这个5日这个连假啦吼，是安怎？咱讲4点的时阵，国民党的这个宗教职人吼林维洲就带领差不多20多名这南营的立委哦，拍破国会议场的大门，就占领主席台啦吼。不过迄当阵呢，因为内底拢暗扫扫啦吼，嘛无冷气，所以咱看到差不多7点的时阵哦，这个同款是这个林维洲哦，甲警方爆发到激烈的这冲突啦吼，嘛发出讲要开电火、开冷气，但是吼，这个开电火、开冷气买手就去互压甲，真个真正食力啦吼。咱嘛看到6月29差不多这个1点的时阵哦，迄当阵已经是这个2911点40啦吼，迄当阵是爆发到真正咱头讲的冲突啦吼。啊，摕到米粉也好，这个棍也好啦，飞机啦吼，啊立委吼是互这个一直吼互诱走啦吼清场，啊豆啊立赢的这个立委吼占着咱的这个主席台，啊差不多下晡1点的时阵，咱看到尤锡坤哦，迄当阵就开始来讲吼，要开始来咱的这个临时会这个提案吼，临时会嘛自这个29号正式开始，这个关键的21点钟，其实咱讲到。看到这个议场，民进党立委拢抛出真侪相片啦吼，有顶啊插伫咧这个门卡口啦吼。对于这个国会立法委员来讲，其实吼别个镇压人，伊嘛是真正危险的。当然啦，这咱抗争嘛是要注意最安全啦，吼啊，所以讲今仔日咱头拄嘛有讲到，这过去伫咧太阳花的时阵，到即嘛因为为着这个迄个卖互人冲入去，所以做侪安全设施的啦，吼。啊，再来讲。咱人21点钟就马上去用更过，这嘛是一个必然。毕竟我们是少数啦，咱人较少嘛，啊去用更出去嘛是做正常的代志啦。是有影啦吼。不过咱看到讲，这个体制内、体制外，过去日头花运动啦吼，相信迄当阵日头花运动时代力量嘛是扮演一个真重要这个角色。迄当阵的这个号召是这个学生的这个族群，甲这回完全无共款，是立法委员，这本身的差异就真大。对，意思讲较早民进党嘛是有。占领过议场，譬如讲2012年的时阵，有咧反对美国的巨霸，啊，还有2013年的迄个反对迄核四的公投案，嘿，啊，就成功讲占领了，其实是成功来阻挡遐当时国民党的迄个议案，嘿，所以这是一个操作无毋对，上主要的问题是讲你的论述是啥 ？OK， 你的正当性在倒位？正当性的问题，就比如我们问讲，为什么你爱处理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讲我们的人事的审查案？比如讲，那是刚刚讲，迄检察院足侪抽样的问题，啊，我们就来废除嘛。OK， 啊，你刚刚讲人选有问题，我就好好来审查嘛。比如讲，我讲2014年的时阵，马英九提名过29个检察委员，嘛是检察委员，29个有11个无通过。那就迄是透过讲规个立法的这个审查的过程，对，啊，投票结果就安尼，就是你应该是要甲社会讲好清楚，讲遮个人为虾米无适合。OK， 啊，毋是讲啊，遮我就是一句讲我遮拢抽样。嘿，这是无法度说服规个社会。是啦吼，这个说服的部分，头拄咱嘛讲到正当性的这个部分吼，敢讲真正敢若是华语讲的德不配位吼，就是讲这个德啦吼，真正是无适合这个位啦吼。单局敢是敢若这个诉求，还是讲恁吼，因为这个案件，这个单局这个人选，敢若是因为这个伊的德无够充分吗？我想的吼。这是真正敢若迄个德的问题尔啦，因为过去咱对咧伊咧做迄个2005当的时阵，伊咧做迄个劳委会主委的时阵，吼，你交接即马有一个太老的一个迄个事件，今仔日因为这件事件，咱单局迄阵做主委的时阵，伊嘛是落台，伊落台主要伊嘛是达出来迄个咱人民讲啊，歹势吼，伊对这个人权的部分伊无法度达掌握到，所以当初是伊咧做劳委会的时阵，主委时阵伊就无法度。对这个人权，我都帮咱人民争取到啊。是。过来就是到伊咧做市长的时阵，吼，咱对2006当到2018当的时阵，伊咧做市长，
吼，当然伊的团队，咱讲的，拢伊的团队问题足多啦吼。啊，当然咱迄个民众党伊嘛咧讲啊，可能干那市长伊咧做，团队足侪问题，无一定是市长的问题，袂要紧。咱看伊99档的时阵，吼，99档伊咧政治献金案的时阵，伊嘛有2件去迄个监察院去处罚嘛吼。啊，过来就是讲伊到咧做即嘛迄个过去伊咧迄个气爆案的代志。好，气爆的代志嘛是去监察院有提出一些疑问嘛吼。啊，过来就是讲伊到迄个做迄个秘书长的时阵，吼，咱总统府秘书长的时阵，伊个一个私烟案，是啊，那私烟案下骹的人拢去用处分掉，伊这个秘书长煞无出来讲一个话。好啊，所以当然咱针对这个单局这个吼秘书长来讨论。所以单纯的，所以这个敌无退位哈，因为监察院咱嘛知影，这监察院就是为着讲，这个不管是行政单位啦，做迄个公务人员啦，好有啥物问题吼，啊，拢由咱这个监察院让来监察吼，啊，互申诉。结果你曾经你伫咧市长的时阵，你伫咧秘书长的时阵，你伫咧劳工组的时阵，问题这哪济，你敢会当家己查家己的案，这无道理嘛，对无？ OK， 所以咱先请教咱今日这个第4位来宾啊，吼，咱的这个民进党青年部这个主任嘛，蔡柏霖哈。其实头拄咱嘛有听到咱的这个副主委安尼讲吼，这个单局真正是敢若德不配位，安尼这个诉求来去占领这个议场的这个行动吗？其实2点大家来讨论哈。第一点就是讲立法委员本身吼，去破玻璃吼，占领家己的办公室。 这是足奇怪的一个代志，吼。其实我真正是查无。过去大家知影讲，咱的学生运动吼，过去是为着立法院内面这个服贸所谓咱的黑箱服贸的问题吼，去占领立法院啦吼。但是即马立法委员本身的办公室，伊家己破玻璃吼，啊，佫有人讲啥物无冷气啊，啥物代志？但是 我真正到今日我拢查无，国民党到底是出啥物招啦吼。啊，第2点，担局秘书长吼，过去在咱这个高雄市吼，不管是咱世界运动会，还是讲咱高雄整体的这个行销啦吼，其实大家拢知影，伊表现真好。5星级的市长吼，足侪届拢是排名拢咧前3名啦吼。啊，若是讲担局 秘书长，伊阁有咱的遮个质疑足侪吼，其实咱会当看卖吼，咱朱立伦前市长，吼，咱郝龙斌前市长吼，过去互弹劾几届 ，OK， 吼，其实对这个国民党这个遮个诉求吼，无清楚，听无，第2点是为这个临时会吼，是国民党家己提出的，为着要对一个人选有意见。 伊全部拢推翻。OK， 吼，即马在座遮侪咱政党的代表吼，大家拢知影，临时会一定是经过政党协商，有一个共识，吼，再当去召开这个临时会了吼。其实国民党吼，真正毋知，伊是家己咧自导自演，也是讲对这个内部的矛盾吼，内部足侪党主席啊，甲党团啊，吼，这意见无共，所以来 做这个突袭的运动吼，对台湾社会无好，对咱国会、咱的政党协商、咱的每一个议事运作，其实拢是伤害。头拄副主委是讲到这个，咱讲单局这个部分，是伊的这个敌啦吼，无适合这个大位啦吼，监察伊这大位。其实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先带大家来做伙看啦吼。其实咱讲到这个国民党哦，伊讲吼，高雄市长伫咧单局咧做的时阵吼，监察院就担核3个案件，究竟有30件吼，红调查这个总数差不多有58件。这个案件呢，拢会这个石沉大海啦吼。啊，民进党全面若是把持咱讲的这个监察院，就会变成讲吼家己的这个部分啦吼，家己清除了后，这个嘛清算这个政治上这个敌人啦吼。另外，咱嘛看到其实单局吼，嘛有做一寡回应哈，伊讲伊自这个做政治工作以来，拢是真坦然来面对啦吼。这个检验拢真严格啦吼，伊到单拢是清白。除了美丽岛事件，互关6档的这个乌家啦吼，伊一生拢无互司法来判刑过，嘛毋捌遭受到这个弹劾啦吼。啊，最近3档以来，为着政治的这个斗争，为着政治的这个势力吼，国民党吼一直伫遐吼一个抹乌啦吼，
另外，咱嘛看到讲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啦吼，伊是讲这个公务人员哦受到这个弹劾也是纠正吼，无一定甲这个市长有直接的这个关系。伊嘛用这个台北市为例啦吼，伊讲郭市长做市长甲即阵吼5当外。监察院嘛对台北市甲伊所属的这个机关吼提出6个弹劾，甲这个34个纠正案吼。继续，咱要来请教咱的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发言人啊，头拄仔咱们讲到，真正是这个单局德不配位吗？其实头拄苗博雅迄阵讲啥物？柯文哲市长伊个台北市长互弹劾啊，佮有纠正。迄阵我甲伊上节目上我就甲讲啊，阮柯文哲市长也无互提名，讲要做监察院的院长啊。而且伊若咧做监察院院长，我相信阮柯文哲主席嘛会拒绝啦吼。因为阮民众党的主张就是考试院甲监察院，我要甲废除。OK。阮就是无爱佮有即个两个存在啊。监察权咱会使转来立法院，咱考试权会使转来行政院。啊，像咱的人权委员会，阮嘛是希望讲伊会使转来总统府下骹来处理。确实，当局女士伫个台湾的民主社会运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是感觉伊真非常尊重我，个人嘛是真尊重当局女士。因过阮的质疑就是讲，伊伫个高雄市政府的任内，互遮侪件的案件，互监察院咧审查当中，这还未审查了呢。那伊若来做监察院长，这案件审的了，确实这案件毋是伊本人的案件，地方首长啦吼。嘿，因过伊的局处首长，伊所带领这个团队，互弹劾、互纠正，这未审了，其他这个监察委员敢敢审？这对这个高雄市政府来讲，有真大影响啦。而且咱大家所惊的就是讲，拢你的人伫内底啊，你要安怎审的了？所以对规个国家的公务人员来讲，这拢毋是一个好的表现嘛，毋是一个好的表率啦。我会使安尼讲。咱其实看到吼，民众党也好，时代力量也好，这个废除考试院、监察院这态度是真明确的吼。其实过去咧发上大声的嘛是即阵完全即种的这个民进党啦吼。其实这个立场是一致的，所以咱嘛看到这个方向若是对的。咱即阵都要去透过这个修宪这个平台来去进行啦吼。不过，咱要过来请教国民党的这立场，考试院、监察院废掉好无？伫咧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会先回咱民进党的头拄讲的，等咱头拄咱发言讲的，朱立伦当初是甲马英九去用将，伊无要做监察院长啊，第一啦吼。第二，咱一个概念就是讲，啥我要选举，我要选一个主官，就是会当希望带领着我的部属。会当好好对咱这人民来做交代。结果你选一个做市长的时阵，你部属问题这哪侪，你我都撇清吗？你包括你咧做秘书长的时阵，你下骹的人私烟案，你拢无责任吗？我感觉这都无道理啊！我谁来要去选这个人？我无需要选伊啊！反正我主管甲我部属出问题，我拢会当撇清的时阵，我都无需要去选这个民主社会就不是安尼来探讨的嘛，对不？这是关键啦吼，这是关键嘛。可能是这个总统府总统有这个职权去做提名，但是即阵民进党是完全即种，立法院多数的席出是这个民进党提起啦吼，在野党加起来嘛无民进党的多啦吼，所以这个定数上的问题，总统提名这个部分是无问题，但是就是讲买手要去做审查的部分，我当票都当袂赢啦，当袂赢啦，所以。这边来解决。因为根据这个宪法的问题，就是咱一定要立法院委员去当票嘛。你当袂赢人，咱就爱来探讨啊。当然，咱做在野党的时阵，包括过去民进党，伊拢提出讲，好，监察院甲考试院要来废除。是。但是你爱看哦，但过去陈水扁做8当的总统，即马咱小英政府嘛做第5当啊啦吼。咱敢有看到迄个小英政府提出种互一寡公听会讲，互咱做社会贤达讲，咱监察院因为一寡功能无介好，咱考试院嘛无需要这个部门，咱要来合并整并，敢有嘛拢无看到公听会嘛。伊即阵画出来吼，就是这个修宪这部分，但是修宪伊的这个坎是真悬啊。是。咱有看到时代力量咧讲的，就是讲承办公听会啦吼，这个部分啊，咱先搁请咱的这个调集人。就是讲。较早阮一直咧主张讲，阮咧立法院啊，咧审查这临时案的时阵，时间伤短，无一个较正当的证书。我譬如讲，较早咧审查迄 NCC 的案，迄5、6个委员的提名人，我这个委员偌济时间咧通问呢？5分钟，一个人1分钟拢无够。OK，到来就投票啊，就是咱即马 NCC 的委员啊。
我就一直咧诉求讲，敢袂使我有个较完整的陈述，比如讲，阮这检察院遮侪委员，我讲有没有得不配位，我唔知。经过严格的审查，时间还有够啊。上主要来讲，阮的社会声音学者、专家民间团体拢出来，阮一个问讲，对这人权的问题，对这检察官安怎审处的问题，佫有最重要就是讲，若是阮拢才有这种共识，就是讲，阮咧检察院爱废除，废除了要安怎处理，嘛爱请阮遮的委员的提名人，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阮讲遮迄检察官要去倒，人权委员会要去倒，袂使讲阮即马来做，阮拢无要紧，我就较。跟加快火车，安尼就叫赶紧安尼就投票就过去啊！我就讲提出一摆，阮2014年的时阵，马英九总统当时的29个提名人有11个无通过，无通过。是，当时嘛是国民党完全的多数啊，对吧？为什么会使处理这个？为什么会使讲连国民党规家己委员都无要支持因的人选？就这是就透过这。审查的过程，再处理的。所以这个审查的过程，你嘛是会等到迄个审查的过程再来创啦，那就要占领咧。但是因为国民党伊会去很公正严明的去确认每个委员的迄个资格嘛，但是咱民进党的全部拢要回归啊，这是要哪个人投票？这部分我听无，什么国民党？你讲马英九伊当阵确认每个委员的资格。那是什么？我意思是讲，当初是吼，咱做国民党的立委，包括咱做在野党的立委，咱拢很公正公开来去探讨做任命人事的迄个资格嘛。你即马咱看你民进党的姿势，就是我就是全部要回归嘛。我安怎你当局一定要回归？这临时会是恁国民党提案的呢？这个临时会是恁提案，占领嘛是恁占领，到底是我们要安怎创嘛？你若是对考试院甲检察院要背书，大家来讨论无要紧啊。但是莫安尼，你提案讲要召开这个临时会，即马搁补一出，到底国民党的立场是啥物？讲清楚啦。有影啦，头早我嘛有问过啦，就是讲，这个咱在座的吼，有废除考试院、监察院立场拢真明显啦吼。虽然这个民进党可能。搁要交予这个修宪委员会，这是定数的这个问题。但是国民党的立场呢，因为过去你讲这是历史的这个可能有这个过去的这个背景哈。但是到底要废除无？我感觉就是头咱讲的嘛，定数最重要的嘛。咱一定要经过做探讨、公听会包括咱做社会贤达、学界，甲咱做产业界，咱做全民拢认同。咱你要废除也好，要改革也好，这拢无要紧的嘛。问题是你即马是咱的探讨是单局这个任命案。这个监察院长的任命案，咱到底有要回过，无要回过？你即马讨论到要回过唔过时阵，你搁来探讨这个宪政的问题，咱不要因为为了 cover 这个迄个单局这个任命案，咱就真正宪政的黑白母，袂使安尼黑白母，咱一定要经过定数的嘛。头拄咱有讲，一定要经过定数的啊。是。这定数一定要有时间，互咱做人，咱做学者啦，咱做迄个人民来探讨嘛。是啦，但是这个定数就是咱头先讲到，总统有法度提名，但是真正审查是伫立法院遮的这个委员吼。咱继续过来请民众党的发言人准伟啦吼。你安怎看咱这个副主委这个发言？我头拄刚因两个讲的，因有一家家己的立场的问题啊。我相信迄副主委头拄所讲的，讲马英九时代提出的名单是互民进党撸掉11个啦。我会记得是有互撸掉，因个民进党这届看来是寸步不让啊。可能我看来是，我就是要这人选，我要过就是要过啊。阮的立场就是讲，像监察委员这一届提名内底有几来的委员，拢是伫咧在野党的时间，拢有讲过讲。我就无爱做监察院要甲废除的，像叶宜丁嘛、田秋瑾、黄荣忠甲罗振昌这几个，拢是咧做立委的时阵，拢有连署过，甚至有家己发起讲我要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的。结果上提名啦吼。提名的时阵，我家己嘛要做呢吼。这是阮所无啥了解的是，你在野党的时阵安怎想，甲你执政党的时阵拢无共。确实，阮知影讲总统因为伊的职权。是需要去提出这个名单，这是阮所了解的，无毋对。因为你的名单会使提较好的啊，咱会使先提较好的，了后来修宪委员会来讨论讲要做废除嘛。你无需要为着讲我要提名单咯，分的单甲规个政治高城呢，有总共扣掉原本国民党迄两个
刚阮讲的算烟雾弹啊，黄建庭甲另外一个陈生贤先生，这两个开，当互大家妹妹当慢开，啊就讲好啊，我有咧处理啊，我毋是硬要互过啦，了后其他的名单拢民进党的，我嘛是要互过啊，这是阮所质疑的啦。所以咱嘛看到讲，蔡总统到底有这个职权会当去提名，但是这个名单好也毋好，其实伊今仔下晡嘛有做一寡回应啦吼。咱来看讲，其实都是有这个马政府吼、马前总统啦吼，有做一寡批评，蔡总统嘛有来回应，咱先做来听。修宪的问题啊，确实是民进党长期以来的主张，也就是我们要废考监2院啊。那但是这个工程呢，其实是蛮浩大的，也需要修宪哈。那我们已经组了一个工作小组哦，在进行就修宪中，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的很多的事情哦，正在整理当中哦。那我们也希望哦，在下个会期修宪委员会哦。召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在我们的看法哈，跟提案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朝野政党都能够参加这个讨论哈，让我们的国家的治理的机构可以更符合未来的需求哈。那所以至于时程，那要看我们朝野之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的进度跟凝聚共识的进度，因为它毕竟是需要修宪那在修宪完成之前，跟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前，我们现行的考试院跟监察院还是在行使很多国家治理上的职能那这一些就必须要继续在这段的过渡期间继续下去，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遵从大法官的解释在这个我们在认为在这个阶段还是要提名监察委员跟考试委员让监察院跟考试院能够继续在这个过渡期间的功能。蔡总统这个意思啦吼，其实伊是讲这个职权的这个问题啦，吼讲监察院也是为个功能，伫个过渡时期甲修宪真正完成的这个部分啦吼，伊也是有存在的这个必要性啦吼，所以咱继续要来讨论讲到底修宪啦吼，甲这个废除考试院、监察院各党的这个立场甲看法，咱嘛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啦吼。因为昨这个接应立法院啦吼，咱嘛看到立法院这个院长吼杨锡坤伊嘛讲到吼，这个临时会未讨论到修宪，但是伫后一个会期一定会成立修宪这个委员会啦吼。另外，民进党这个态度就是讲，民进党吼创党以来嘛是主张这个废除考试院、监察院2院啦吼，宪政必须要回归到三权分立。长期说好这个国民党来主动，然后希望后会期会当启动咱讲的修宪定序，国民党卖这个临阵脱逃啦吼。中国国民党才会回应讲，即阵的民进党应该爱随铁回提名啦吼，宣誓废除考试院、监察院2院的这个决心，唔是提这个废除考试院，还是讲监察院的这个修宪的议题来做无责任人选，甲这个政治分化的这个部分啦吼。民进党的这个立场嘛，呼吁民进党爱老实来面对，甲定序、甲制度拢爱落实这个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另外，时代力量嘛是同款啦吼。废除考试院、监察院，让台湾真正变做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嘛是这个台湾宪政史上上重要这个一个部分啦吼。咱嘛呼吁这个蔡总统有817万民意啦吼，嘛爱考虑到未来历史定位，这咱讲在野党也好，这个有国民党、时代力量，佮有民众党，这个立场吼，拢展现出来。咱即阵都爱请教民进党这立场啦。咱嘛看到蔡总统的立场是安尼。杨锡坤这个立法院长啦，嘛讲到后一个会期要来处理，但是咱看这个共识，除了这个时代力量甲有民众党可能靠共识，但是甲国民党遮上大这个犹豫也存在伫无责任这个问题。过去大家拢知影啦，国民党对咱讲五权还是三权吼，其实因有家己坚持啦吼。这咱拢尊重吼，但是大家拢知影讲后一个会期吼，咱修宪委员会吼，也是成立了爱讨论这个代志。咱会当看这个问题，就是讲临时会吼，咱等下有一个投票嘛吼，有这侪案要处理。
你讲 NCC， 你讲华航护照吼，咱农田水利法、国民参审法、甲前瞻2期，遮侪重要的法案，那是为着一个人选有国民党有意见，国家的国会运作停滞下来，这对全民都是无好的代志。其实国民党若是对检察院还是考试院吼有家己的立场。来修宪委员会吼，大家来讨论，无问题嘛，是，无需要去互这个社会成本吼一直提悬。对，咱即马这个政党，大家拢会讨论嘛，啊，这个政党协商的机制，大家拢有一个共识，是，照这个共识继续行，就这法案需要通过了吼，莫把这个法案所延前落去了吼。对，咱蔡总统其实讲啊足清楚的，这我听到真正唔知几届啊，伊对修宪委员会立场足清楚的啦吼啊，足侪届咱咧党咧在总统府嘛，足侪场合拢公开的宣示，这我绝对无问题吼。啊，对民众来讲，起码立法院的这个状况，咱尤锡坤院长，吼，咱跟党团的总召柯建铭，其实拢讲啊足清楚的。是，其实这拢会当讨论，吼，那是他拄啊，咱发言人吼，是发言人吼，在强调的，其实过去大家知影，2005年吼，有一个咱讲任务型国大代表，是国大推动这个国民大会吼，去改制吼转型啦吼，其实大家咧知影。咱讨论有一个共识了吼，考试院、监察院拢会当有朝向未来三权分立的这个方向去讨论，会当有一个落一个这个条款伫咧。大家真正是爱务实面对这个问题。OK， 不过咱嘛讲到吼，6月28、6月29这2天对国民党来讲，这个毒舌，咱讲立法院到底是为着啥？真正是为着要卡这个单局、这个监察院的这个人事案吗？啊，你嘛有话讲吼，其实有整理到一张图表，咱先带大家做伙来看吼。先换这个单局，再来讨论这个修宪平台吗？吼，也是讲立赢执意的是要救这个高雄市的这个补选的这个选情啦吼，也是讲有人搁咧讨论吼，6月28。这个解放军有一寡这个相片啊，就是吼狙击这个画面出来啦吼。啊，6月30嘛是中国表决，咱讲今仔日已经通过这个香港版的这个国安法，时间上是毋是有这个犹豫的这个所在？还是讲对着党主席，咱讲台中安排这个校主啦吼，江启臣，伊是毋是党内这个较大量的头人的这部分？咱看连战还是马英九吼，对9日共识伊不满啦，所以江启臣启动这回立法院。毒舌啦吼，也是讲在野党临时会议议程无法度排入去，因为是立赢这个多数的暴力啦吼，也是讲真正要义是要翻临时会，可能会讨论到护照，也是这个华航的正名这个议案，咱继续请教咱的副主委。好，咱即马回归到本质，然后咱讨论到讲什么监察院呐、科技院这边会读的问题啦。其实这拢会使探讨，但是这个时阵点就是讲咱单局这个。过去秘书长这个任命案，要任命监察院长的部分，所以安怎东西来回归本质，咱跟他探讨陈局这个任命案。假设即马问题不是单局要做检察院长，我想咱嘛无需要去占领这个立法院。所以若真正该换掉这个修宪平台，国民党就法度讨论啊。修宪平台本来就会使讨论啊，头拄就讲这是定数的问题嘛。咱袂当讲为着生一粒鸡，生一粒卵，咱就先去生。因为单局无责任吗？对啊，即马就是不适任问题嘛。就是咱的讲法就足简单的，从头到尾就是很单纯，不适任。好，不适任。你从咱对社会角度，咱对民进党来吹，民进党敢无人？民进党过去这哪侪为人权奋斗的斗士，敢无人？有啊，有人啊。民众党嘛有人啊，时代力量嘛有人啊，社会贤达较侪人，谁那一定要找单局。OK， 所以咱个请教咱的目的啦吼，所以这个咱副主委这个意思就是讲，撤回单局，拢好讲啦。我们是蔡总统，我袂当代表伊是咱谈判啦吼。其实对咱副主委讲的吼，其实重点就是讲，咱的考监即马废除的问题已经。确定会当在修宪委员会内面讨论嘛？啊，你为着一个人选，啊后壁农田水利法哈，对，啊你就安尼，你互咱的立法院完全袂当继续运作落去，对台湾社会感真正是好的。你对单局秘书长有意见，其实你头拄仔讲什么私烟案，其实就
这个案件吼，其实你要讨论，咱另外来讨论。对民众来讲最清楚的，检察院因为大法官的改写632字号，我们就有一个责任，一定要提名啦。那提名这个名单。各朝野政党有意见，其实都会当讨论嘛。无一定要和农田水利法、和咱的华航要护照这重要的法案，拢停咧遐。啊，对国民党来讲，其实大家拢知影啦。你若是真正党团甲党中央会当协调一致吼，其实今日就袂有这种立法院这种占领的状况啦。其实对。台湾好的代志，真正卖想遐济，用啥物你内部的利益的问题去外部化，对台湾对立法院拢无好啦。是，所以这个国民党内部真正是中央甲这个。这甲国民党中央实在无关系。我感觉这是问题，是咱民进党政府吼，伊要提名这个检察院长的问题。他都咱这个民进党的朋友讲到，迄个当局过去伫咧迄个高雄市做着啥物试运大会。你敢袂记伊个试运大会，迄个副执行长嘛是贪渎啊，嘛是去用来关啊。所以讲，你今仔日有法度做一个主管的人，咱一定要讨论伊的是不是任，好是不是任。那你说后面有很多法案，那当然我们希望一定要，如果为人民好的，一定要赶快去通过嘛。可是问题是你第一件就对人民有问题，人民就质疑你了啊。好，咱作为人民的，感觉讲啊，你都不是任啊，是哪要叫你来做？试运大会加检察院是两种组织啦，检察委员吼，检察院的院长，啊，检察委员独立行使职权。是嘛？是嘛？啊，基本上世运世界这个，你讲4大运嘛好啦，世界运动会对高雄对台北任何一个城市拢是正面代志。是，你应该正面的代志。咱无答我嘛，啊，这个足明确嘛。陈菊爱将迄个赵家宝咧做世运基金会副执行长之间啊。打厂商勒索嘛，2014年11月判刑11年定谳嘛，所以做一个主管吼，应该有监督的这个角色啦吼。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单局问题，真正会搁互这个立法院空档，还是卡关吼？咱继续会当来搁观察。但是对在野党，搁有其他在野党啦吼，时代力量也好，民众党也好，关心的议题也搁真侪吼。时代力量遮，咱除了这公听会以外，咱搁有真侪议案吼，要去处理啊。民众党嘛有咱申请时代力量。我想讲清楚这代志哦，就是讲临时会有协商，迄唔对，真正有坐咧协商，啊有共识无？无共识。过去4年啊，8届的临时会，无一届是讲啊，大家有共识来开，拢是安怎？要开要开偌久的会，来讨论啥物议案，拢去留去投票，有啥物投票？因为咧顶悬着协商时阵无都有共识嘛。我提一个问题就是讲。那是临时会应该处理的是要紧、搁赶紧的代志。是啊，什么是要紧、搁赶紧的代志？我提一个例就好啊。OK。即马有高雄的这市长的补选，有啥物补选？就韩国有互罢免嘛。是。有啥物互罢免？就是人批评讲，伊作为高雄市长走去选总统，啊，安尼代职参选的问题。啊，进到民进党嘛，批评讲他国民党甲民众党两个议员嘛是代职参选问题。好啊，安尼好，阮就大家那是对这代职参选问题有共识。OK。啊，就较早来处理嘛。那这么临时会就会使处理啊，有啥袂使提处理？即马咧议定康咧顶管无看到啊。是。啊，还有一个问题就今仔日。啊，香港的迄国安法是通过啊，啊，这问题就要紧的，啊，就要紧的，啊，处理迄港澳条例的问题，足侪民间团体啊、学者、专家拢去提醒讲，即卖法无够啦。啊，刚应该处理阮港澳条例的18条，是，敢无好，啊嘛，这要紧个赶紧啊，啊，这两个阮的诉求，我们讲足久啊。啊，真正咧这些议定内底就无看到。是啦吼，这个嘛代表讲，这个执政党到底有咧听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声音吼，唔好干那真正是完全执政，但是在野党的声音，协商真正有，啊，就共识真正无，共识无啦吼，但是你咧议案真正轰动无？啊，这就无败咯，无败去啊吼。咱先带大家来看讲，这回这个议案到底有啥物啦吼？6月30到7月初6啦吼。咱讲有渐渐二期这个议程，需要立法院来同意，还有农田水利法的这个草案，啊，还有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案的这个草案啦吼。
其他就是讲啊，华航正名这个公决案，佮有护照要加注台湾的这个公决案吼。另外7月77甲7月70就是咱考试院的这个人事同意权的这个部分。7月70咧是 NCC 人事同意权，另外7月13就是到7月17吼，就是咱讲的监察院的这个人事。啊，7月20甲22就是做一个阿索比这个空间吼。咱嘛是关注在野党这个议程到底有互看到无吼？就是讲民众党这嘛提真侪部分啦吼，就是讲参审还是陪审这个制度是毋是并行啦吼？这嘛是恁提出来，啊，其实恁嘛关注的，除了佮有这个香港嘛是讲通过这个国安法啦吼，伫民众党的这立场嘛恁的这个看法，真正嘛要来处理啦。其实阮伫个即个临时会，阮有总共提5案，讲要去包含讲要成立咱的休闲委员会，啊，佮有要讲处理咱香港的议题，啊，佮有居住正义的3个法条，我拢希望讲会使伫个即个临时会处理，因为当然像头拄时代力量发言人有讲到的，咱即马香港的国安法打过，所以对规个咱港澳条例的法条，阮感觉无够的部分是需要讲咱会使修法来处理的。抑搁伫即届确实是无排留。伫头仔讲的有开协调会，有开啊，开就是最后就投票，啊投票民进党人侪，当着伊要安怎就伊安怎。像你讲龙田水利法啦、参审制、护照甲华航证明甲护照这议题讲偌久啊呢？你就林佳龙迄阵讲要处理到即马。柯建铭大概拢讲后礼拜5处理，后礼拜5是过后礼拜5啊。我毋知处理到倒位去。你即摆讲你要伫临时会处理，真正会处理过，阮等咧看啦。你无需要拖遮久嘛？你会使伫咧正式的议会期间去处理，会使处理的代志，你毋处理，你要拖到即马？你要像参审制即种遮大的法条的问题，你伫咧民进党一开始伫咧在野时讲要用陪审，你即马向航讲你要用参审，然后你要伫咧即届。临时会当中，就要互处理硬，要互过，这对于阮的民间团体甲真侪人拢感觉无法度了解啦。这是需要一个规个社会做伙来讨论的，因为牵涉到遮侪法制问题，需要规个社会好好来讨论，无需要急伫咧一个3礼拜内底就讲要互过就互过。确实，你要过当然嘛使过，因为你就上济啊，逐项就表决就好啊。你假动表决就会过。都嘛是会使，那个这对规个社会是真正好的吗？这是阮想要问的问题啦。然后你讲会使互阮落去讲哦啊协调啊，阮无排留无要安怎？民进党就是安尼啊，像柯建铭总召伫个党团协商的时嘛是咧讲啊，恁小党就安尼啊，你就来啊，阮嘛是最后嘛是阮来决定啊。迄种对阮小党的无尊重，是阮感觉愤慨的所在啦。所以阮的党团总召较有讲，张向讲迄。国民党会冲入去内底，为什么安尼冲？阮会使了解讲，因为因无法度啊，因为因伫个投票人数顶段是无够，所以像民进党伫个在野群嘛是卡不着，就是咧占领咧主席台嘛。这是我感觉国民党这占领这件代志，因为你去破坏公务这吼，而且你是立法委员，你买你就行入就好啊，甲日头火迄无啥共啊。而且阮感觉迄无算讲占领，我看迄较算加班呐。就是讲伫咧5日这连假期间，礼拜4加班啦吼。但是这个民众党有这个声音出现啦，就是讲啊，到底你体制内这个立法委员到底要做啥？啊，真正吼，还是讲民进党嘛是爱提醒的这个部分，就是讲你已经一党独大。伫立法院，你嘛是多数的这个席次，到底在野党的声音有听入去无？头拄啊，咱发言人讲的这个政党协商吼，这个机制，大家拢知影，其实在立法院内面吼，过去咱讲香港嘛吼，香港其实迄届咱各政党嘛是有一个联合声明啦吼，对香港的议题吼，咱有一个共同发声，台湾的国会吼，对咱香港的朋友吼。会表达咱的支持。其实协商吼，甲立法院内面的议事运作，其实足侪故事会当讲啦吼。你讲头拄啊讲柯总召讲迄句话，其实我无咧内面，啊你无咧内面，其实拢是听人讲的。无伊即摆有直播，你会使入去调最后画面看嘛。啊，伊就安尼对阮小党无尊重，啊，大家拢是来政党协商的，阮是好好啊要讨论，啊，不过最后大家拢表决，啊，阮要提案、路案、连插就无爱插。对民进党要审安怎，你就立法就要审，像这真正有遮急吗？参审、护照、华航证明，这有遮急吗？你讲临时会时阵足急要处理的，确实啦，你的遴选问题，你的监察院、考试院、NCC 的遴选8月1号就要上任，可能有较急啦。那个这遴选无经过规个社会共识去讨论，这
仓促上路，这真正对规个社会共识有好吗？你要跨越党派，你要互规个社会才和谐，这有法度吗？不到最后，有的冲，有的骂，有的出来抗议，这是民进党买的吗？所以民进党思考一下啦吼，就是讲咱头拄有讲到的，已经伫立法院是多数这个席次，在野党小党的声音有50个，有这个30个。有30-80个，但是咱讲30-80个，这回参加的这个占领这个行动，嘛敢若20位，其他委员咧。因为这个时间较仓促啦，咱嘛无讲讲特别去食东西的。但是这个计划已经2礼拜外呢。那这个计划要从里面2礼拜外，无啦，是无安尼啦，无讲这个计划2礼拜外啦。是。但是咱知影讲这个单局这个任命案的确是咱一定要强力的反对啦。是这个部分安尼。反对，头拄我问啦吼，就是讲真正若是民进党还是蔡总统，真正甲这退回，恁就好讲话啊嘛。当然啦，你退回你就找一个较好的人选出来，当然咱就会使来探讨啊。他嘛像咱讲的，这定数所重啊，你出来你要互社会大众来检验嘛。互咱做国进党，咱做在野党来检验嘛。检验会使，你包括你民进党家己迄个做委员，感觉会使，好就通过啊。是啊，就足简单的代志啦。但是咱即阵看这个蔡总统这个意思嘛，真明显啊。伊讲吼，我的名单就是比过去马总统的这个时代佫较好。我的名单内底遮个人虽然他都有讲咧，可能有9成人是民进党出来，可能2位啦吼。即阵也2位空出来，迄围空迄个部分。是过去有国民党黄建庭这个部分啦吼，到底是毋是真正换掉单局都 OK 啊？我是感觉这是久笑比无尾啦。恁2个人的名单，国民党时代甲民进党政府时代提出来的名单，那有家己要囥的人伫内底嘛？伫个即个监察院的行使的即个权利甲伊的义务，我感觉已经不彰的情况下，规气废对啊，莫阁互柯庆英甲监察院变成讲2大党。抽用的所在啊，我规感觉规个废，你莫听讲我摕的名单比你较好，我的名单比谁较好，这种假讲的啊。你就无度做到你一开始设计的时阵的迄个原则，而且你的监察委员是无啥物民众基础的，因为一开始监察院的遐人选是有透过民选的机制去，互伊投出来嘛，有可能是国民代表会啊，还是安怎去投票出来。确实进前有碰到一寡问题，最后变成讲总统提名啊。伊的立法院来追认同意，因个伊毋是民选出来，对规个社会的脉动，伊是无遮了解。而且我提名你，我规党拢我的人，我提名你，你是无要替我处理，要替谁处理？我提名你就是来替我处理代志的嘛。像遮的抽佣，遮的问题遮侪，2个考试监察规气废的啦。莫听讲像较好，像较歹吼，迄种敢是久笑比无尾啊，莫讲较侪啊。是，但是咱头拄嘛讲到，蔡总统即阵都无要提。这个名单已经定出来，我就是要伫咱头拄讲的临时会，这个期间7月13、7月17先来通过啦。即阵呢？伊若真正要过嘛，敢会使互过，无要安怎？所以咧，国民党人上济啊。恁头拄的意思就是讲，伊无要换。无法度啊，咱人数就较少啊。咱个民进党今年20、70的时阵，拢会使去占领主席台，会使武家人规个要。法案无落进行，你国民党380呢？所以主委的意思就是讲，过去民进党咧伫咧立法院咧用这个方式来去占领主席台的时阵，技术上比国民党好真济。嘛毋是讲技术上啦，我感觉经验啦，因为民进党可能是社运出身的吼，像日头火运动迄阵嘛，足侪人已经伫遐去国会啊，像有一个立法委员嘛是摕太阳花迄阵的，赖品如啊，伊赖品如。委员迄阵嘛是重要的成员啊，所以伊昨个表现，互人讲 MVP 就是安尼。伊对规个抗议抗争即个人就了解嘛。国民党甲阮民众党，咱有足侪，咱会使伫个定数上去表达咱的意见，来去甲民进党做反抗。两个确实咱朝大也小，咱人数投票、登票、登输，咱应该要想一寡其他的方式，看安怎去突破这个代志。无到最后，大家拢规气就刷去，这对规个国家、规个社会拢无好啦。是啦因为过去民进党用这步是 OK 啦因有用出来啦但是咱有人批评国民党这回是这个社会运动的体验赢啦你要讲体验赢，嘛会使安尼讲啦，但是重点是咧讲，因为过去咱在国民党真正毋是社会运动出来啦，咱知啦，包括咱头都有讲到，这立法院的机制整体安全机制有较提升啊啦过来就是讲，其实这个被咱去占领以后今仔日迄个叫
大家被驱离开，这嘛是必然啦，因为人数上的差异化足大的。是，系啊。不过咱嘛讨论着讲吼，到底是敢若卡这个单局人事案，还是讲到底是要救这个高雄市的这个选情无？但是咱看高雄市国民党派出来这个参选人，这个李梅珍吼，伊是讲甲选情完全无关系。另外嘛要讲啊，到底国民党是毋是吼？咱头拄讲主席这个孝主啦吼，头拄啊9日共识这个大佬啦吼，咱讲较早过去的头人，连战也好，马英九也好，对伊9日共识这个尊贵的这个问题，真不满讲起先。咱先来讲这个高雄市补选这件代志啦吼，因为咱国民党这届吼，因为咱江主席吼，咱提名到这个李梅珍来做迄个候选人吼。啊，这个候选人其实伊足少年的啦，对国民党来讲是少年啦，可能对民进党对民众党来讲，吼，伊年纪嘛无细啊啦，吼，那40几岁啊。啊，40几岁啊，但是伊连续3届做议员，过来就是讲伊对整个吼高雄市伊的迄个文政吼，啊拢足成熟的。啊，对高雄市过去伊甲迄个咱韩国瑜做市长的时阵，包括陈菊做市长的时阵，咱拢有做足多建议，所以伊这个人选真正是算真好。啊，真好的情形，咱若讲要来比拼这个迄个李梅珍呐吼，啊甲这个陈其迈来讲。啊，当然各界民众党的啦吼，以这样子比较，以年纪来讲吼，年轻有活力，当然嘛是国民党啦吼。再来过去有没有什么样的不良的事迹？比如包括讲咱讲陈其迈来讲，伊伫2005年做过高雄市的代理市长，伊迄当时是嘛是因为这个高捷这个事件这个太老的代志，嘛是下台嘛，对吧？当初是伊嘛是下台，佮包括过去个高捷弊案的时阵，伊的父亲迄个陈泽南甲迄个高捷迄个问题去厂商招待出游下，也是问题很多。所以不管从个人本身甲伊的迄个父之辈也好，包括伊的周边的迄个竞选团队来好，咱这个李梅珍真正是国民党上之选，嘛是这是这个选举的部分，但是讲要冲这立法院。是要救选情，当然无啊。所以我讲的意思是讲，咱若撇开这件代志来讲，这单纯这个候选人的比较来讲，咱就无输人啊，咱就需要救这个选情。啊，是讲这个江启臣，这党内这个维权信任度无够。我感觉是安尼啦，因为过去咱你包括马英九总统伊嘛出来讲话来讲啊，92共识这嘛是伫咧咱江主席在讨论中嘛，因为咱有改革委员会嘛，啊，你92共识是92年代迄个时阵的时空背景嘛，你到这个时阵，你希望讲咱的人民听到什么声音，咱来用人民愿意听出来声音来讲这件代志，对不？啊，所以讲，当然这是咧伫咧探讨的过程中所发出的一个新闻的新闻事件啊，你对讲你都。江主席对咱做大佬来讲，当然是相对的也要尊重嘛。啊，过去92共识到今嘛是维持了两岸和平这样子当啊嘛，所以它还是有它的功能存在啦。所以咱要搁请教啦3个小党啦2个小党，搁有咱一大党啦就是讲这回尾手咱来看讲这个国民党21点钟啦真领，头拄咱嘛讲到正当性这个问题，啊尾手咧，咱立法院要安怎继续来进行？咱先请。那上主要当然是。为到咱的临时会嘛，首先嘛是爱请民进党思考一下，就是讲我讨论议案，会使较听阮小党的声音讲啊，这个问题是真正最要紧，个关键代志会晓来处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呼吁讲国民党啊，过去4年一直咧发现的一个代志是讲，比如讲阮讲劳基法也好，啊前瞻条例嘛吼。啊，大概拢是安尼占领主席台，啊，伫遐咧喷水啊，啊咧压迄面粉啊，到尾后，有啥物效果无？无效果啦吼。无效果啊，应该是讲，阮咧爱带去迄议场面也是咱资料。阮若真正若有真正有遮个问题，针对遮提名人、遮议案，啊，就一条提出来讨论。毋是干那背稿尔。对嘛？啊，阮虽然讲阮投票咱的输，啊，我社会有看到啊，会使看到讲，这代志是咱香港较有道理嘛。以前讲老一只计号讲啊，对，譬如讲，听当阵阮咧处理个前瞻条例的时阵，阮就讲提出讲啊，你迄个。成果效益评估，是抄的，迄旧的 ，OK，那就袂使嘛，对不？安尼大家说哦，好，安尼我来改，就这就是
实际上我真正来监督，啊，唔是讲我就21点钟了了啊，就我就刷去啊。这作为小党30啦吼，啊50个，30年啊，够坚持就可以。够坚持50个。其实啊，国民党30几席啊表现安尼，这大家规个社会再去讨论。两个民众党，阮的做法就是理性务实去讨论这个议案嘛。每一条嘛是认真去审，临时会要安怎讨论，咱大家来讨论。只是嘛会希望讲民进党啦吼，你是遮大个党，你会使好好甲大家讨论嘛。OK。毋是政治，毋是讲100甲0啦吼，100跟0没有，就你阮总客，咱大家会使讨论甲一个民众会使介意、会使接受的想法。因为阮每一个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时代力量，这种代表的是一寡民众民意的声音。你若规个遮大党啊，逐项都像开政车都个交过，逐项代志拢无要讨论，这就是无尊重咱遮个民意嘛。确实恁人较侪无毋对，因过阮嘛是一定的人咧，你嘛是爱尊重咱台湾人民的意志啊。尊重民意啊，大家拢是民选出来啦吼。啊，非常感谢今日4位来宾来遮讨论，感谢，多谢。谢谢，多谢，感谢。